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你知道吗？70%的台湾人喝鱼油完全喝错了，不是产品不好，而是因为你喝错时间，早上喝跟晚上喝，吸收率可以差到3倍，这不是夸张，这是我在医院看了40年病人后的真实发现。很多人每天认真吃鱼油，但效果只有别人的30%。为什么？因为喝错时间，身体根本吸收不到那些好的 Omega-3。喝错会怎样？效果减少1半以上，还可能引起消化不良、胃痛，增加肝脏负担。你每个月花几百块、上千块买鱼油，结果大部分都浪费掉了。如果你现在正在喝鱼油，但没看完这支影片，你会继续浪费钱，每个月的鱼油费用都白花了。心血管没改善，血管还是堵，胆固醇还是高，关节炎没好转，膝盖还是卡卡的，走路还是痛，记忆力没变好，还是常常忘东忘西，想不起来事情。请记住，鱼油再贵再好，喝错时间就等于白喝。在这支影片里，我一位在医院工作了40年的医生会告诉你台湾人最常犯的3个致命错误，还有什么时候喝鱼油效果最好，让你的每一颗鱼油都真正发挥作用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才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。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现在，让我们开始揭开真相。在告诉你怎么喝之前，我们先来了解鱼油到底对身体有什么好处。很多人只知道鱼油对健康好，但具体好在哪里？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说明。第一个，好处保护心脏和血管。我们的血管就像家里的水管，用久了，水管里会积油垢、水垢，水流就不顺畅了。我们的血管也一样，坏的胆固醇、油脂会粘在血管壁上，让血管越来越窄，血液流动困难。鱼油里的 EPA 就像是专门清理水管的工人，它能帮助减少血管里的坏油脂，让血液流动更顺畅，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。我有一位病人叫陈百明，62岁，住在高雄。他以前常常胸闷、胸痛，差点就心肌梗塞了。后来除了按时吃药，他每天早上也开始喝鱼油。半年后回诊，血管状况改善很多。现在每天早上都能去公园散步，精神也好了。第二个好处，保护大脑，改善记忆力。我们的大脑有上千亿个神经细胞，它们需要互相连接，传递讯息，我们才能思考、记忆、反应。这些连接就像机器的齿轮，需要好的润滑油才能运作顺畅。DHA 就是大脑最好的润滑油，它让神经细胞之间的讯息传递更快、更清楚，帮助我们保持思路清晰、记忆力好。林淑华，69岁，住在台中。他之前常常忘记东西放哪里，连孙子的名字有时候都会叫错，家人很担心。他是不是失智了？后来他开始每天喝鱼油，配合做一些动脑的活动，像是打麻将、看书、做数独。6个月后，他的记忆力明显好转，现在还能清楚记得全家人的生日，孙子们都很开心。第3个好处，减少关节疼痛，让行动更灵活。很多台湾的长辈都有这个困扰，膝盖卡卡的，走路好痛，上下楼梯更痛苦，连蹲下来都很困难。这是因为关节发炎、软骨磨损造成的。Omega-3 有很强的抗发炎作用，能减少关节的肿胀和疼痛，让关节活动更顺畅。黄爱珍，63岁，住在台北，她的膝盖痛了4年，爬楼梯非常吃力，每次都要扶着栏杆慢慢走。后来她开始每天喝鱼油，配合做一些轻度运动，像是水中走路、太极拳、
3个月后，他走路轻松多了，周末还能带孙子去公园玩，整个人都开朗起来。这3个好处：心脏健康、大脑清楚、关节灵活，都是鱼油能带给我们的。但是，请记住，鱼油再好，如果喝错方法，这3个好处你一个都拿不到。接下来，我要告诉你一个让人心痛的真相。在医院这么多年，我遇过上千个病人跟我说：“医生，我每天都有喝鱼油，但怎么都没效。”每次我仔细问他们怎么喝，80%的人都是喝错了，不是鱼油的问题，是喝的方法错了。台湾人最常犯的3个错误，9个人里面就有9个中。这些错误不只让鱼油没效果，还可能伤害身体。如果你曾经空腹喝鱼油，如果你曾经在吃完很油的晚餐后喝鱼油，如果你曾经因味觉得鱼油，所以每天喝3颗甚至更多，那你现在就处在危险当中。不要小看这些错误，喝错一项，你就算喝1整年，效果也是0。现在让我一个一个告诉你，这3个台湾人最常犯的致命错误是什么？第一个错误，空腹喝鱼油，70%的台湾人都这样做。很多人早上起床刷完牙就马上吃鱼油，什么都还没吃，觉得这样最方便，也最不会忘记。但这是大错特错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鱼油里面的 Omega-3 是脂溶性的，也就是说，它需要跟其他油脂一起吃，身体才能吸收。如果你空腹吃胃里没有其他食物，没有油脂，鱼油就会直接滑过肠道，吸收率不到20%。而且空腹喝鱼油还会引起很多不舒服，打嗝、有鱼腥味、恶心、想吐、拉肚子。有些人的胃比较敏感，甚至会胃痛、胃酸过多。我有个病人叫肖国辉，55岁，住在新北市。他空腹喝鱼油，喝了整整5年，每次喝完都会打嗝，嘴巴有很重的鱼腥味，让他很困扰。他以为是鱼油品质不好，换了5个牌子还是一样。后来他来看诊，我问了他的习惯，才发现问题。我建议他改成早餐后喝，早餐要吃有油脂的食物，像是煎蛋、豆浆、吐司。他照做之后，打嗝和鱼腥味马上就消失了。他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不是鱼油不好，是他喝的方法错了。第2个错误，晚上吃得很油，还喝鱼油。台湾人很爱吃美食，尤其是晚餐，咸酥鸡、卤肉饭、排骨饭、炸猪排，这些都是我们常吃的，对不对？这些食物都很油很香，但如果你晚餐吃了这些，又在饭后喝鱼油，你的肝脏会受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晚上是身体休息的时间，肝脏也需要休息。如果你吃了一堆油炸的、重口味的食物，肝脏已经在努力分解这些油脂了，你又补上鱼油，等于给肝脏加班，结果就是消化不良、胃胀气、胃食道逆流，晚上睡不好。很多人半夜会胃痛、胸口灼热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潘家乐60岁，住在台南，他晚餐几乎每天都吃得很丰盛，炸鸡排、卤肉饭、荷仔煎都是他的最爱。饭后他习惯吃1颗鱼油，觉得这样可以保养身体，但他经常半夜胃痛、睡不好，早上起来没精神，他以为是胃病，吃了很多胃药都没用。后来我建议他，如果晚餐吃的油，就不要喝鱼油，或者改成晚餐吃清淡一点清蒸鱼、青菜、糙米饭，再喝鱼油。他试了1个月，半夜胃痛的问题完全消失了，睡眠品质也变好，早上起来精神饱满。第3个错误，以为吃越多越好。很多长辈都有这个观念，补品多吃一点，身体会更好。所以有些人每天吃2颗、3颗，甚至更多颗鱼油，但这是非常危险的。
鱼油会让血液变稀，这在正常剂量下是好事，能预防血栓。但如果吃太多，血液会变得太稀，凝血功能变差，很容易流血不止。尤其是已经在吃阿司匹林、华法林这类抗凝血药物的人，再多吃鱼油风险更大。张建国63岁，住在花莲，他觉得鱼油对心脏好，所以每天吃3颗。有一天他去看牙，一拔牙，结果血流不停，医生按了很久才止住。牙医问他有没有吃什么药，他才想起自己每天吃很多鱼油。后来他来找我，我建议他每天只吃1颗就好，不要过量。而且如果要动手术、拔牙、做侵入性检查，至少要提前2个礼拜停止吃鱼油。这3个错误，只要犯了一个，你喝1整年的鱼油都可能是白费的。现在你知道错误的喝法了，那正确的喝法是什么？答案是要看你的目标是什么。黄金法则一定要记住，不管你选择早上喝还是晚上喝，有一个规则绝对不能忘记，一定要在有吃油脂的那一餐后喝。什么叫有油脂的那一餐？就是有蛋、有豆浆、有坚果、有鱼、有肉的那一餐。台湾人的早餐很适合豆浆、煎蛋、吐司、地瓜，这些都很好。晚餐如果想喝鱼油，就要吃清淡一点，清蒸鱼、青菜、糙米饭，这样最理想。如果你的目标是保护心血管，早上喝最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早上是我们一天循环最活跃的时候，血压会自然升高一点，心脏开始努力工作，血液循环加速。这个时候喝鱼油 EPA 可以更快进入血液，帮助调节血脂，保护血管。早餐可以这样搭配：豆浆加煎蛋，小黄瓜配烤吐司，燕麦粥加坚果，地瓜配茶叶蛋。吃完这些，再喝1颗鱼油，效果最好。如果你的目标是减少关节疼痛、改善睡眠，晚上喝最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是身体修复的黄金时间，关节的软骨、发炎的组织都是在我们睡觉时被修复的。鱼油的抗发炎作用在晚上发挥得最强，所以如果你膝盖痛、腰痛、关节不舒服，晚上喝鱼油会比早上喝更有效。而且 OM、Omega-3 还能帮助放松神经，让你睡得更深、更安稳。但记得晚餐一定要清淡，不要吃炸的、太油的，不然会影响吸收，也会让你睡不好。晚餐可以这样吃：清蒸鱼配青菜，糙米饭配豆腐汤，水煮鸡肉配花椰菜，番茄炒蛋配地瓜。吃完这些，再喝1颗鱼油，晚上会睡得很好，隔天起来关节也会比较舒服。怎么知道自己适合早上还是晚上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亲自试试看。先是早上喝30天，记录一下自己的感觉，精神好不好，血压有没有稳定，心脏舒不舒服。再是晚上喝30天，一样记录关节有没有比较不痛，睡眠有没有改善，早上起床有没有比较轻松。你的身体会告诉你答案。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，没有绝对的标准，但只要你按照这个方法去试，一定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时间。除了选对时间，还有3个小秘诀可以让鱼油的效果更好。这些是我在临床上很少跟病人强调，但其实非常重要的。第一个秘诀，搭配维生素 E 一起吃。鱼油里的 Omega-3 很容易氧化。什么叫氧化？就是变质失效，就像切开的苹果放在空气中会变黄一样。鱼油如果没有保护，也会失去效果。维生素 E 就像鱼油的保镖，它能防止 Omega-3 氧化，让鱼油的效果保持得更久、更稳定。你不需要另外买维生素 E 的补充品，只要在饮食中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就好。杏仁、南瓜子、
腰果、菠菜、花椰菜，这些食物台湾到处都买得到，很方便。每天吃一小把坚果，或是多吃点绿色蔬菜，就能帮助鱼油发挥更好的效果。第二个秘诀，不要跟茶或咖啡一起喝。很多人习惯早餐配茶或咖啡，觉得这样才提神。但如果你刚吃完鱼油，马上就喝茶或咖啡，鱼油的吸收会大打折扣。为什么？因为茶和咖啡里面有一种叫单宁酸的物质，它会干扰脂肪的吸收，让鱼油还没进入血液就被排出去了。正确的做法是，吃完鱼油后至少等60分钟再喝茶或咖啡，或者你可以把茶、咖啡安排在中午或下午喝，不要跟鱼油的时间重叠。第三个秘诀，选择高品质的鱼油。不是所有鱼油都一样，有些鱼油很便宜，但 EPA 和 DHA 的含量很低，甚至可能有重金属污染，以氢氧化变质。怎么挑选好的鱼油？看自己点。每颗鱼油的 EPA 加 DHA 至少要有500毫克以上，没有太重的鱼腥味，代表比较新鲜纯净，有国际认证，像是 IFOS、USP、NSF 这些标章。虽然好的鱼油比较贵一点，但你每天只吃1颗，1瓶可以吃好几个月，与其买便宜的吃一堆都没效，不如买好一点的，真正对身体有帮助。记住这3个秘诀，搭配维生素 E， 不跟茶、咖啡一起喝，选高品质的鱼油。做到这些，你的鱼油效果可以增加1倍以上。鱼油虽然好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是喝喝。有些人如果没有先问过医生就自己喝，可能会有危险。哪些人需要特别注意？第一种，正在吃抗凝血药物的人，如果你正在吃阿司匹林、华法林这类药，千万要先问医生，因为这些药加上鱼油，会让血液变得太稀，很容易流血不止。第二种，对海鲜过敏的人，鱼油是从鱼提炼出来的。如果你对海鲜过敏，吃鱼油可能会引起过敏，反应皮肤痒、红肿、呼吸困难，所以一定要先跟医生确认。第三种，有肝病或胆结石的人，肝脏不好的人，分解油脂的能力比较差，胆结石的人，吃太多油脂可能会引发胆囊炎，这些情况都要先咨询医生。第四种，准备动手术的人，如果你要开刀、拔牙、做内视镜检查，记得至少提前2个礼拜停止吃鱼油，因为鱼油会影响凝血功能，手术时可能会流血不止。我说这些不是要吓你，而是希望你能安全地使用鱼油。大部分人喝鱼油都没问题。但如果你有以上这些状况，一定要先跟医生讨论，确认安全了再开始喝。保养身体很重要，但安全更重要。想象一下，10年后的你是什么样子？早上醒来，神清气爽，吃一碗热腾腾的清粥，配1颗水煮蛋，然后喝1颗鱼油，出门去公园散步，膝盖不痛了，腰也不酸了，走起路来轻松自在，遇到老朋友，一起练气功，聊聊天，笑得很开心。中午回家，煮一顿简单的午餐，蒸鱼、炒青菜，1碗糙米饭，吃得清淡，但营养满满。下午看看书，做做手工，陪孙子玩，脑筋清楚，记忆力好，生活充实又快乐。晚上吃得更清淡，豆腐汤、烫青菜、地瓜，饭后喝1颗鱼油，
然后泡个温水澡，全身放松，躺在床上，很快就睡着了。一觉到天亮，身体不痛，心情平静，每一天都过得舒服又安心。这不是梦，这是你可以拥有的生活，但前提是你要用对方法。鱼油很好，但只有在你喝对的时候才好。不要让你每天喝的豉油都白白浪费，流进水沟里。从今天开始，改变你喝鱼油的方式，选对时间，选对食物搭配，避开那3个致命错误，你会发现身体真的会慢慢变好。现在，我想请你做3件事。第一，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选择。如果你决定早上喝鱼油，请留言1；如果你决定晚上喝鱼油，请留言2。我会记每一则留言，也会尽量回复大家。第二，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家人、朋友，尤其是家里的长辈。很多人都在喝鱼油，但大部分都喝错了。让他们看到这支影片，不要再浪费钱、浪费健康。第三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会继续分享更多实用的健康知识，帮助你和家人过得更健康、更长寿。谢谢你看到最后，祝福你身体健康、平安喜乐。我们下次见。